来看台中的逢甲商圈昨烧连续发生2件偷窃的案件，一个是63岁，另外一个19岁，两个查甫人是涉嫌用手机共偷窃。受害女性当场报案指认，警方是依照现行犯甲因逮捕上班。 摆来暗时，台中逢甲商圈人来去，所有一名男子被民众压制在地。远警得到消息，复兴逢甲路口有人偷窃查某囡仔的裙底，马上赶到现场。他拍你吗？他还有谁？他拍我们2个，有人跟我们说他在录影。 警方表示，代志发生在咧19号暗时，63岁老姓嫌犯疑似趁查某囡仔无注意，以手机偷窃，去其他民众压制。 同一个路口半点钟进前，也有另外一个偷窃的案件。你拍人家哪里的？兄弟。19岁单身嫌犯当场承认偷窃女性的裙底，警方经过民众指证，查扣2个人的手机甲影像，以现行犯逮捕。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，依法将2人逮捕，查扣手机及相关影像后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保护好自己，然后就是可能随身带防喷雾剂这样子。一个暗时连续发生偷窃，商圈附近的住户甲学生听到消息，拢感觉真惊吓，表示最近会特别注意人身安全。警方初步调查，2个案件无关联性，是个别的犯案。随后将2名嫌犯以刑法妨害秘密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公视新闻台中报道。